指揮大師的話，咁今次咧我哋就學識咗4拍啦、3拍啦同埋2拍嘅指揮。咁喺聆聽音樂嘅時候咧，我哋點樣可以盡快咧指得啱個節拍咧？咁咧個關鍵咧就係我哋要感受到音樂裏邊嘅重拍。咁喺頭先咧，我哋指揮過一系列音樂裏邊咧，大家可以 feel 到可能有啲低音咧，低音嘅部分咧會聽到個節奏感。例如頭先嘅卡門啦，大家會聽到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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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你又聽到嘣嗰下咧就會重。咁咧聽到嘣嘣嘣嘣嘣，佢係1、2、1、2咁樣循環住咧，咁你就會好快咧指到2拍啦。咁又或者咧，我哋嘣七七嘣七七，咁咧其實大家聽得多嘅話咧，就會好快知道呢個係3拍啦。咁如此類推啦，咁所以大家聽嘅時候咧，就要留意一下嗰重拍喺邊度，咁就可以咧盡快聽到音樂係屬於幾多拍啦。